位於拉脫維亞首都里加附近嘅露天民族博物館，森林內展示農村建築、風土民族工藝、生活方式。成立於1924年，現全世界上最古老且規模最大嘅露天民族博物館之一。環境以叢林、湖泊為主，適合散步、遠足人士。館內亦展示一所當時授課嘅簡陋校舍，將文化傳承下去。窺探一下2層高嘅民房，感受當時居民生活嘅狀況。